夫同名同姓，但没与什么关系。如今大家都很忙，所以不妨听我先讲一讲。各位听了才有兴趣，请往下看；听了才无兴趣了，还是请往下看。你们已经来了，不看啊不看。这年头好看的戏很多，但据我所知，一个演员才一出戏中能将活泼调皮的童声，落魄潦倒的穷声，嘶哑风流的精神，义无威严的官声，演他个这节，除了传奇浪子，别无他选。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作为殷公子驾到，也是愿意，也是愿意。我又不是皇帝，什么原因请缨的？魏公子，你看，地毯早已铺好，
曾与我的大将军较量。公子，看我武傲吊脚的和旋不嘛，恐怕万是可与你的大将军比一比的哟。为公子。
既然大将军专死在身了，那我们要不要走？已经精心调养，怎能上到队场？你还我打公鸡？还我打公鸡？你还我打公鸡？你，哼！他生气的样子，真像我的表弟。公子，我要送你一件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凡事保密。公子。哎呀，公子，老爷他实力蛮急，你3天3夜立着为主，你还是去宽一宽吧。公子，快去宽了吧，只要你母亲也开心啊，办什么事情多方便啊。好吧，去就去。
小芳，待回家中好好伺候。哎。
今日去见你弟弟请安，你弟弟对你如何吩咐啊？还不是老生常谈。读书要用功，做人不要放荡。哦，对了，弟弟还以为我画了幅图。啊，喏。你要替义母好好管教他。平安，你陪表姐到花园去散散心。教你，表弟，我们不对劲，对思考哈，对思。哎呦，我可不高兴，动这种脑筋。表弟，我们不对劲，那我陪你去做我的堂区去，是何？哎呀，我一满天，眼睛都要落雨了。还是我陪你到书房里读书消遣吧。消遣？还要读书啊？那可万万不成。哦，你是不晓得我有病。有病？有什么病？头痛病。拿起书本，我就头痛。头痛欲裂，痛苦不堪，痛不欲生。拿起书就头痛。表弟，我分明记得你小时候是没有这个病的，我这个头痛病嘛。
门中书房把数年，因此让我拿起舌头要痛。真切的对镜一走走，为望见好消息。结果我家公子举动成功，放了，我是来报信的。公子，王公子来了。
理了。表弟这次好生待客，我去备姨母了。魏公子，你表弟今日曾遇落胭脂用，比喻绣花之貌，今日的见这三生玉林。他是我的表弟，你休得胡言乱语。是此送我他不了。不乖不乖。哎，风水不去此刻月，两鬓吴师兄又有什么好玩的？我是特地请你送礼来的。送礼？吴师兄，我当你是开玩笑的。哎，你还真把他弄到我家里来了？哎，你母亲不在家，把他弄来随便玩玩，我要紧的。莫非他以为对家？我家公子哪里晓得富豪的真正目的？我在他耳旁一生，他在荒上打我。吴师兄，原来你是小公说的那个意思啊？好事好事，举子成人之美嘛。好吧，今天我就替你做个月老，你把他带回去吧。你们自己讲的，你们来人啊，居民啊，来人啊，居民啊！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请爸爸，
帮我找死你！吴子秋，我是魏婴啊，救救我！魏婴，你怎么成了这等模样？一言难尽，道难独钟，亲人离散，应当悲切。哎，爹死。相夫你不用问，杨小姐放心，我父后也有连生之地，你若不言弃，就随我同去，听报小姐平安不是？杨小姐，快随我走吧，等安定之后，我们再怎么寻访你，一么也罢，暂且随他到你吧，杨小姐。下雨的时候出起了太阳。我怎么唱起《鹿鼎记》里的歌来了？其实它跟我们的戏丝毫没有关系。但我觉得这些字儿放在此处非常合适。你们想想看，当杨云儿上当受骗，成了富豪的老婆，当我家公子成了要饭的乞丐，这不是该下雨的时候出起了太阳？哎，雨是什么？我这是应当太阳早早升起的时候，到船下去了，我冒踏雪。
子，点子，外面风大雪急，借我也备你一句暖暖身子吧。哎呀，真可怜啊！外面风雪大，你快进来吧，备你一句暖暖身子。多谢点子，多谢点子。来。
且没有让人不能及时，腹中空，腹为杀敌，心家怕，欲多在营上，做工家，更不懂家事。救生性命，深造切切糊涂。爷爷，他就是将因敲在我家他攻击，还传统别人绑架我的小霸王。啊，是他？我这颗谁内这种人？我死也
不对爱罗萨。牛才呀，他遭难有伤，还不帮匡扶太太，连他青春年少就给他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吧。爷爷，这种人脸性难改，只怕爷爷好心没有好报。救人性命，岂为图报？你还是快去烧姜茶来。哎呀，去吧！哎呀，爷爷，去吧，去吧。这是哪里呀？哦，公子，我你醒了，牛才，来，公子，好碗姜茶啊，来。回来！外面携带疯狂，你莫非还想再去送死不成？死了，大好了。且告诉我，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计前程的。那你就先留在我酒店吧。来。那你就听我爷爷的话，来下来吧。少年心，第一次被迫热的民间人情深深打动。我家公子享受一身官阶之业，但他开不了口。我韦小宝在此替他的翁家独孙拜谢了。昨夜我家公子机至我家，预估去了大半年。冯爷爷和牛崔姑娘陪他亲自一家，接他疗伤，豢养他多次。但我晓得公子的内心世界莫定，他河边洗的酒气放在河水，脑海中不知不觉却浮现出母亲和云湾小姐的身影。夜深人静，他在灯下翻阅书本，换着，却想起了云湾小姐劝他读书的情景。往事这夜不可再遇。
我看啊，这调教的功劳嘛，还要归功于你。爷爷，好了，有才啊！等魏公子喜酒壶酒杯回来，记得让他喝呀，托苏。爷爷，你真好。不是爷爷好，是魏公子他真的变好了。哦，有才，爷爷去菜呀买鸡了。哎。些天天都是这几句话，哪个喜欢听？魏英哥哥，魏英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在想念你的母亲了？我之母亲和表姐怎么也离？啊，魏英哥哥，你放心，终有一天你和他们回到原地。到那时，你会再想念我吗？洪家救命之恩，唯应此生铭记。君之恩，君命之恩，你只晓得与我讲君命之恩。唯应时刻不忘洪家对我的救命之恩，这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怎能帮我细细究其？你不是还把我们调教出了一只神奇的大将军吗？报效时辰，看看据点，比我还要能管你。大将军，想当初我为对己一千金，想想真是不可回首呀！魏英哥哥。不可为生，且要面对，这却是神圣的年空。等到我家公子对自己的过去追悔自己，写上登记上上的牢狱，符号出现了。你休得无礼！今日我求降无礼了，你又能是何？啥子官不比，我就与你拼命！你想拼，我比你还想拼你。这是时候相拼，倒要好好商量。
商量。魏婴哥哥，你帮忙这个作业吧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用我写的牢狱对一张，赌一把，对去对。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魏婴哥哥，魏婴哥哥，这哪里是对棋，这分明是演技，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我要和他对，为因我光明磊落，难道我为苏杰这无耻小人不成？无耻小人，哼！无耻小人比你有权有势。为因今日对棋，苏英是后给请我武好听托无妨，赢了称王称霸，输了虽称臣。好，魏婴哥哥，有谁不能放心？我绝不为苏其他。来人！与我配对瓦棍，命古对因此后给请我不好听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哪怕你要我的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我要你的命与何用？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他。不好！我要怎样？是为奴？走去。那就要看我武侯公子的性子了。你把他带走。我崔姑娘还光要与父敖辅佐，为因无所减去引据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父
今算就是为父，一切都变了。但我微笑吧，一点也没有变，还是他最贴心的苏动。我十分买通了一位在吴府当佣人的老乡，那佣人告诉我，不要吴氏的富豪从来不娶苏房，所以我想这苏房是安全的。但我疏忽一点，这书房可是我家公子的伤心之地呀！Thank you.
为早已被武豪所捉，别走才是。你为什么会才死？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要生，我也定要生。这了表弟你，这些话我还能对谁相见情。谁心啊！
你是为救恩人牛菜姑娘而冒险设伏的。牛菜姑娘她无档案，表弟为免再生是非，以表弟之见，牛菜姑娘和她爷爷完当速速离开原址为是。表弟言之有理。牛菜姑娘已在府外等你，一切我已安排定当。表弟，你去吧。表弟，我放走了牛翠姑娘，不好她为放心。表弟我是有办法。此次为因告辞。
今天来的韦大人会不会就是他？啥是他来？我要请他再吃一餐粗茶淡饭。唐业务，老夫亲随娘子的酒，让他不要放粮，黎民百姓。凤爷爷，也就广东为了鱼丸，把你家的把年全回了。岂有此理！爷爷，我去找他们平民，让他们退场。我要到衙门里去告你！你不当听当听我是谁？事情他当兴王内的总管王公公是我的官的，我看哪个衙门关接这个场子？我就不信天下没有王法！你确信你的王法吗？等了他！放开我三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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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之，我要为你不客气。你客气，心想待在我三月。这姑娘将叶子塑造交到了公子手中，新生今朝赴营的为因猝不及防，遇到了切身的危机，杀人的是他的孙女杨云兰的堂父傅浩，害死的他的救命恩人冯玉翠的爷爷，他太不容易了。
因而想与表姐单独，也许好，因儿，你要好好宽慰于他，请。母亲天天念然，你能解释问我，
万方一母他都是财。表弟，云望今日得为父好命案而来。是此说来，你是特意前来为他求情的？不，表弟是特地前来求你判这富豪的。富豪赛无不一成事实，但他此刻躲避内应，我却已拿他归国。倘若表弟胆将无妨，倘若表弟见去告诉吴袍，据说新人今早复因为他人想与儿子互拜，对今徐去。我想他定会前来与我一往。表弟明白了。表弟，云婉据此告辞。表弟，且吧，当心。来臣。
你们母子团聚，府邸此外，你有官让得意，真是身心临门啊！我请他来自，望无见怪。朋友才告你杀害无辜，你是叫我面子，他以前来自谁的？区区小事，你我之间何必认真？私下商议嘛，不就解决了吗？我倒也想思虑，毕竟你好歹是我的表姐夫了。这就对了，秋莲，我一听说你要与我对镜去求，这心里呀就美滋滋的。你看，我完特地给你准备了见面礼。你的礼单当是十分丰厚啊，可惜我有眼无珠不识宝，只能远比同我。听着口气不对头，莫非杨玉文传话有误？杨玉文所问非他本意，乃是我今朝复印得此通告于你。啊呀！我的秋弟呀！不是我这个表姐夫倚老卖老，而是你呀！你的毛病早已被我收拾了。我只为庆幸你，要我对继续求啊！本官向来是言必应，言必果。我要与你对镜，送你最后一程。唯一，你就不怕收起我这个菜吧？你对起自我乱世之举，因心生，败在少了一颗贵心，缺了一双你可以问自己，你暗中思计良子，难以而今与你这对。为我既非赌气，也非冲动，更非
啊！